就好似做第一場咁興奮。好多謝大家呢15場對我嘅鼓勵。喺連日嚟，我聽得最多嘅就係加油、堅持。的而且確要花更加多嘅力氣去維持自己嘅鬥志，但係你哋每一個嘅鼓勵我都收晒，你哋令到我今日仍然可以企喺呢度，好多謝你哋。我話俾大家聽啦，呢個舞台係有神奇嘅治療效果嘅，把聲係會越唱越好，不但止，呢個舞台仲頭先大家都睇到啦，可以令大家手上邊嘅熒光棒變色，可唔可以再玩多次我哋？玩啲頭先冇玩嘅色啊，咩色啊？黑色啊？熒光白。好啦，我講黃色有冇啊？嘿，我都係搏一搏嘅啫。其實真係好感動，因為呢個演唱會係15場，頭一 part 咧好順利，亦都同大家歡度咗聖誕節、平安夜、Boxing Day 同埋除夕。但係之後即係2014年開始咧，我每一日咧都個心裏邊都好緊張、好急、好戰驚、好驚完成唔到個 show， 好驚大家會嗌回水，真係好擔心，因為一個歌手如果唱唔到歌，大家入嚟睇咩咧？咁但係跟住我就同自己安慰。其實大家都未睇過我嘅 rock show 啫，係咪？今日大家可能未必聽到我最嘹亮嘅歌聲，但係我會俾多200分努力去做好呢個演唱會。我唔會令最後呢一場嘅觀眾失望㗎，我哋會做得最好，令你哋今晚會玩得好開心。你哋準備好未？由呢1分鐘開始，同我一齊唱，好冇？送俾大家。